唔少人話喺呢個國家嘅街頭行係一種視覺享受。呢度嘅女士可以唔食飯，但唔可以唔打扮。有人用靚形容呢度，亦有人覺得亂更加貼切。匯率亂，治安更亂。有啲老華僑講，如果喺呢度超過20-30年嘅，未俾人打劫過嘅，唔算係華僑。外界叫呢度做奇葩國家。入油嗰陣最幸福，排隊買日用品最頭痛。Very bad, very tired. 我哋會一連2集介紹南美嘅委內瑞拉，今集先分析點解呢度嘅人龍又長又多。委內瑞拉嘅面積大約係中國嘅1/10，鄰居有哥倫比亞同巴西。我哋由美國邁阿密轉機，遇到唔少委內瑞拉人大包細包返去。Here I have 2 socks. Here, 2. When you go to shower, I go because it's difficult to find my contact. 機組人員就帶電器，使唔使咁遠水路托返去呢？物資真係咁短缺？我哋到首都加拉加斯，見到機場嘅免稅店，化妝品同個人護理用品嘅選擇都唔多，唔少女士擔心呢啲必需品供應告急。人怕素顏，屋就怕爛尾，唔夠鋼筋水泥，起屋要起下停下。零件亦大小通缺，有汽車廠要停產個幾月。電信公司亦鬧材料荒，我哋嘅導遊親身經歷。去電話公司行咗2轉，2個星期之後先至揾得到。問電話公司啲人點解要咁樣咧？佢話電話公司冇材料到，係連張SIM卡都冇嘅，要打埋排隊嘅。衣食住行樣樣缺，喺呢間美式連鎖快餐店又有發現。唔夠馬鈴薯，要用木薯代替做薯條。喺首都最大商場嘅洗手間體會更深，手快有，手慢冇。廁紙架嘅保安好嚴密，上埋鎖。部分市民多咗一種生活習慣。做咁乜嘢啊？自己回轉咗做。委內瑞拉2年幾前已經出現廁紙荒，有銀紙都未必買到廁紙。鄰國特立尼達和多巴哥曾經提出用廁紙交換委內瑞拉嘅石油。首都有雜貨鋪，日用品已經缺貨1個月。路邊咯，呢啲係鹼粉咯，呢啲係牛奶嚟㗎，牛奶嚟㗎，呢啲係細路哥食㗎，呢個細路哥食㗎，呢個係呢啲醬國際醬都係細路食。全部都吉晒喎。全係冇㗎呢啲貨。老闆話自己屋企嘅存貨都有限，係話你囤住啲貨喺屋企，咁咪人哋有啲冇得用，你自己屋企咁多貨呢啲都唔得㗎，呢個都係違法咗㗎，呢個一定犯法㗎，犯法㗎，呢啲係犯法㗎。喺呢個睇落乜都缺嘅國家，唔使行運都一條龍。商場、超市、街市都有，肉店同樣墟冚，民眾排隊真係為咗2餐。What are you waiting for? Chicken。每人每次限買2隻雞，另一條隊就排隊等買雞蛋。想同時買雞同雞蛋幾乎冇可能，因為每條隊要排4個鐘，曬足4個鐘。佢問我哋啲咩啊？佢哋問你哋香港，因為佢話香港有冇見到啲咁嘅情況，啲人排隊買食物，睇到個頭裂晒先至買嗰2隻雞，你話唔頭痕啊？呢間私營牛肉店仲未離貨，已經有唔少人湧到。每人限買2公斤牛肉，每公斤折合港幣8蚊。私營牛肉店冇政府補貼，價錢貴國營商店2倍，人龍相對比較短。
喺度打工有樣嘢好，咁就係鋪頭會留翻部分肉俾伙計，無論係自己食抑或攞出去賣，總算係一項員工福利。超市亦都一樣，有貨到就會有客到，人龍可能比街市更長。貨多不及客多，呢期搶購粟米粉同粟米油，必需品全部限價限購，一排幾個鐘，人龍排到地下停車場。呢位太太唔使排已經知無望。我嘅身份證號碼尾數同超市規定嘅唔夾，所以買唔到。原來當局用身份證號碼分流，例如尾號係0同1，只可以星期一去超市排限量貨，係排唔保證有。超市又設指紋掃描器，買嘢要掃指模，防止有人大量買入單一貨品。搶手貨好似紙尿片就要帶埋仔女嘅出生證明書正本，3歲以下父母先至有資格買，其他人唔可以代買。同樣係等上樓，等上1樓買嘢，呢條隊短啲，因為超市安排孕婦同埋長者排呢條特快通道，或者應該講係相對冇等咁耐嘅通道。有人買完都一套戲。 4 hours. Yes, because we have to make the line to get in the market and then to buy the things. How do you feel? Bad, very tired. 連外國使領館亦都受日用品短缺影響。到市館去買要排隊嗎？你要去買的話，恐怕得排隊吧。他們沒有給我們特殊的照顧，這裡也沒有什麼外交商店啊、市場，比方什麼緊張，那不好買。我們反正在國內總要採購嘛，那我們就一起採購過來。使館人員到外國出差會採購日用品，以備不時之需。點解物資咁短缺呢？委內瑞拉70%日用品靠入口，油價高企年代靠賣油大賺外匯，再由外國採購基本民生物資。但油價自舊年暴跌，外匯儲備少咗，冇能力入口日用品。本地工業農業生產力又唔高，製造商都寧願唔生產，因為政府對必需品落咗限價令，冇錢賺，加埋通脹飆升。賣貨收翻嘅委內瑞拉幣貶值，越賣就越蝕。反對派歸咎政府經濟政策失敗，當局就批評缺貨係由於有商人囤積托價，加埋有鄰國民眾知道委內瑞拉有物價管制，日用品比較平，排埋一份走私賺錢。People that want to make very much money. They buy our products and sell it in other countries, like for example Colombia or Brazil. 一嚿係啊，0元錢嚟嘅，我哋入水嘅啫。錢越嚟越唔見使，亦都加速物資短缺，啲人有錢就買貨。即係以前呢一沓錢咧係1000蚊美金，而家1000蚊美金啊，而家係50蚊美金。50蚊美金都冇啊！哇！5個人食餐飯用咗大約1萬蚊本地錢，折合港幣300幾蚊。喺香港，除咗銀行職員或者借款員之外，普通市民未必需要日日都處理咁多現金、咁多銀紙，用人手數可能數幾個鐘都未必數得晒，所以呢度嘅鋪頭通常都會有一部數銀紙機。錢嘅數量多，加埋啲銀紙又舊又殘又污糟，咁所以操作部機嘅人多數都會戴埋個口罩，保障健康。睇住貨幣玻利瓦爾越嚟越唔值錢，當局08年發行新貨幣強玻利瓦爾，面額少咗3個零，加咗個強字，但油價跌拖累經濟，強玻利瓦爾強唔起嚟，仲越嚟越弱，對美元黑市價持續下跌。委內瑞拉有外匯管制，美元只喺黑市流通，遊客要喺機場指定銀行換錢，1美元換到190委幣。我哋4月嚟嗰陣，黑市價係250委幣，到9月1美元對680委幣，委幣越貶越多。入口糧食藥物嘅商家獲准以官方價6.3委幣換1美元，確保國內必需品供應。
由於匯價差天共地，有人利用官方價兌美元，再喺黑市度賣，大賺一筆。匯率問題亦都衍生貨幣旅遊，當局允許揸離境機票嘅人用優惠匯率換美金，方便外遊。由於匯價相差起碼30倍，唔少人搶訂機票但就唔離境，令到原本爆滿嘅航班出現大量空位，真正需要出國嘅人反而買唔到機票。委內瑞拉問題多多，係咪呢對父子造成嘅呢？佢哋又用咩奇招管治委內瑞拉？下一節翻嚟再講。呢個眼神一直緊盯委內瑞拉，呢個簽名遍佈全國。委內瑞拉嘅國營住宅有濃厚嘅查韋斯色彩。在位15年嘅查韋斯總統前年逝世後，繼續同委內瑞拉同在。每日都有人到首都嘅紀念館向佢致敬。導賞員講到查韋斯嘅事蹟都忍唔住。查韋斯係偉大嘅領袖嚟㗎，為基層提供好多福利，幫好多窮人，我喊起就去感動。呢條纜車線連接山上貧民區同市區，由查韋斯下令興建，每程折合港幣唔使2蚊，每日接送萬幾人次。有纜車之後，上落車都方便咗好多，慳返好多時間。除咗廉價纜車，仲有廉價地鐵，無論搭幾多個站來回，折合港幣大約8蚊。因為地鐵係政府嘅，政府係資助啲平民百姓嘅，咁樣所以佢呢個價錢好耐都冇起過嘅。哦，咁巴士就係私人嘅，但係巴士如果要起價咧，都要申請嘅。民眾仲有平油用，平到咩程度？全球最平，每公升無鉛汽油大約港幣2仙，係2仙，喺香港每公升要15蚊左右。如果揸車環遊全個委內瑞拉，有錢唔會超過港幣30蚊。喺外國嘅油站成日都會見到大大個牌寫住是日油價，價係不停咁變。委內瑞拉嘅情況好唔同，個價錢已經係定咗落嚟，屬於官方定價。委內瑞拉石油儲量全球第一，查韋斯將石油業國有化，將汽油當係福利咁派。國營石油公司估計汽油嘅生產成本比零售價貴20幾倍，每年要補貼大約900億港元。基層視查韋斯係救星，反對派就批評佢變相買票，亦有人不滿佢獨裁，打壓言論自由。呢位政治強人亦係反美先鋒，成日同美國對着幹。查韋斯有幾唔中意美國呢？有人話佢為咗令到委內瑞拉同美國處於唔同時區，咁特登將委內瑞拉嘅全國時間較慢半個鐘。喺查韋斯嘅眼中，美國就等於邪惡。佢講過，多個拉丁美洲國家左翼領導人先後患癌，係美國情報機關落毒造成。查韋斯最中意拉攏同美國作對嘅國家，包括係伊朗同埋古巴，因為敵人嘅敵人就係朋友。雖然係死對頭，兩國關係一直鬥而不破。因為委內瑞拉經濟依賴美國，靠對方買石油，加埋本身煉油技術有限，要靠美國幫手。查韋斯視中國為盟友，在任嗰陣多次訪問北京。佢平時唔舒服就會請加拉加斯嘅中醫師針灸同煲中藥。梅奇善就曾經幫過查韋斯醫病。
過去啲中嘅咧就喺美國寄翻嚟，佢中嘅咧寄喺總統府寄住翻，冇人敢喐佢一日咯，係嘛？日咧唔早就好噶嘛，佢特別寄總統府咁咪可以啊！哎呀，可以得㗎啦，夠啦，佢有錢㗎。係。不過後嚟咧，我知道佢嘅疑神疑鬼啊，又怕人砍殺佢啊，咁自己咪有嘅，係嘛？小心咧，中國呢句話，為官如伴虎啊！無論係口號次序定係喺街頭嘅曝光率，現任總統馬杜羅通常排第二，屈居查韋斯之後。佢做過巴士司機，成為工會主席後加入查韋斯陣營。查韋斯上台後大力提拔佢，由外交部長做到副總統。查韋斯病逝，佢前年代表執政黨參選總統，險勝反對派對手1個百分點。馬杜羅繼承查韋斯嘅親基層路線，但就缺乏查韋斯嘅人氣同運氣。查韋斯年代油價高企，支撐政府嘅龐大福利開支。馬杜羅上任後，油價急瀉，老本差唔多耗盡，經濟危危乎。有中產人士質疑政府過分補貼基層，最明顯嘅例子係油價。If you get enough money to pay the correct price for what you're buying, there's probably you'll be happier. But I'm not happy because I'm just giving a monopoly bill to buy one tank of gas. 通脹率達到70%，食品藥品嚴重缺貨，加深馬杜羅嘅管治危機。Maduro, good president. Ask him. He's a good president. Very bad president. The worst that we have had. The worst. 馬杜羅嘅聲望一度跌到2成，佢拉攏軍方鞏固政權，拘捕反對派領袖，又打查韋斯牌。冇查韋斯就唔會有馬杜羅。馬杜羅講過，查韋斯就好似佢爸爸。咁家陣阿仔有難，咁爸爸雖然唔喺度啦，但仍要請佢出嚟幫手。馬杜羅平時大小發言，經常仍然會提起查韋斯。為咗挽回聲望，馬杜羅落區嗰陣重操故業，親自揸巴士接觸基層。當佢較低個車窗，突然間有人向佢掟咗個芒果，掟中佢個頭。馬杜羅事後上電視節目展示個芒果，上面寫住：如果你可以嘅話，請打俾我，仲有埋名同電話。馬杜羅話掟芒果個女人有住屋困難，決定送間屋俾佢，又唔追究事件。有親反對派嘅傳媒話，如果一個芒果可以換一間屋，大家應該向馬杜羅掟菠蘿。正所謂你睇我好，我睇你好，大家都覺得自己生活唔好，咁邊個最差呢？彭博通訊社今年公布嘅全球悲慘指數，計算世界51個經濟體嘅失業率同通脹，越高分就越慘。周身債嘅希臘排第5，衝突不斷嘅烏克蘭排第4，第3名就係失業率高企嘅南非。世界第2慘係經濟收縮嘅阿根廷，最慘嘅國家就係我哋身處嘅委內瑞拉。悲慘指數拋離對手，通脹飆升係關鍵。反對派由舊年起多次示威，觸發大規模衝突。油價下跌拖累委內瑞拉經濟大幅下滑，總統馬杜羅嘅聲望急插水，有人形容成個國家陷於半天吊嘅狀態。數字或者離地，民眾嘅感覺可能更反映真實。我哋生活喺悲慘世界，因為治安問題，成日睇到同聽到罪案發生，亦都有親友俾人殺咗。馬杜羅政府仍然有死忠支持者。呢位屋主一家6口以前住貧民區，啱啱獲得政府分配單位，3房1廳，實用面積大約800尺，單位免租，電費同埋雜費就要自己俾。屋主話對政府有信心。我哋唔需要儲糧食，反對派係呃人嘅，
委內瑞拉唔會發生暴亂嘅，政府一路都好支援民眾，我哋生活得好開心啊！有傳媒報道，當局會推出一個 VIP 貴賓服務，只要係執政黨支持者，打個電話訂貨，24小時內日用品送上門，奉送旅遊抽獎券。報道話，以後可能只有反對派人士先要繼續喺街度排隊。有移民委內瑞拉大約30年嘅香港人話，就算國家問題多羅羅，本地人性格樂天，好少諗唔開。呢度咧，如果自殺嗰啲就少啦，真係。反而咧，你話俾人搶劫啊，啲咩事咧，嗰啲仲高，犯罪率就高。不過你話為咗兩餐為咗事嘅唔掂啊，供唔掂屋啊，供唔掂事咧，去自殺咧就好少。下個星期我哋繼續深入委內瑞拉，探討呢度嘅治安有幾差，又會睇下委內瑞拉佳麗靠啲咩秘笈揚威世界選美舞台。